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女玩家。今次想同大家分享10個喺2025年或以後去日本旅遊要注意嘅事項。日本又有啲咩新嘅政策呢？如果你計劃去日本旅行，呢條影片你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等你出發前可以做好準備。首先講下日本全國嘅政策啊，第一樣就係日本嘅免稅規定。由2025年4月1日起，日本將會廢除現行嘅免稅品別送，即係另行寄送嘅處理方式。意思就係遊客喺日本購買免稅商品，若果自己透過國際嘅郵寄方式寄返去自己嘅國家，係冇免稅優惠噶，都係要俾返個10% 嘅消費稅噶。總言之，就係遊客需要親自帶返喺日本買嘅免稅品離境。另外提大家喺離境嘅時候，海關都有機會要求遊客要出示返買咗嘅免稅商品做檢查噶。第二樣就係日本嘅入境規定，由2025年4月開始，日本3大主要嘅國際機場東京羽田機場、東京成田機場同埋大阪關西機場會率先啟用一套叫做共同自助通關機嘅新型自助通關設備嘅，目的呢就係提升機場嘅通關效率。入境嘅旅客呢可以一次過完成海關同埋入境審查嘅手續，只要喺入境之前喺網上面填咗 Visit Japan Web， 拎到專屬嘅 QR Code， 就可以配搭使用呢個自助通關，加快入境嘅效率噶。雖然 Visit Japan Web 唔係強制要求，用返原本嘅紙本填寫入境資料嘅方式都仲可以成功入境日本嘅，但係 Visit Japan Web 依然係日本政府強烈遊客使用嘅系統嚟噶。透過 Visit Japan Web 可以預先填寫返入境需要嘅資料，可以大幅縮減遊客入境等嘅時間噶。提大家，根據日本當局嘅建議呢，遊客應該要喺出發前2個星期開始就要填寫呢個 Visit Japan Web 嘅表格，亦都需要喺預定抵達日本時間前嘅6小時完成登錄。建議大家完成後記住 Cap Screen 保存返個 QR Code 啊，以防入境嘅時候手機未上到網拎唔到個 QR Code 啊。跟住第3個呢，就係日本發行嘅新紙鈔。其實由2024年7月起，日本發行咗新版嘅紙鈔，加入咗新嘅防偽技術。而大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呢，就係部分販賣機或者自助結賬機仲未更新程式，有可能冇辦法辨認新鈔。建議大家如果有嘅話，帶少量舊鈔備用，以應付緊急付款嘅情況。第4個政策呢，就係日本購物退稅嘅方式。雖然正式實施嘅時間呢係2026年嘅11月1日，但係已經有唔少旅客開始關注呢件事噶啦。因為日本將會改為先付稅金後退稅嘅制度，即係你買嘢嘅時候要俾咗消費稅先，要出境嘅時候先可以做退稅。所以建議大家到時記住要預留多啲時間喺機場辦理退稅手續啊，避免錯過登機。跟住就同大家講下日本特定城市嘅新政策啊。首先呢，就係東京裏邊涉谷夜間嘅禁酒令，由2024年嘅10月起，東京涉谷車站周邊嘅地區呢，每晚6點至第2朝嘅5點已經係禁止喺公共場所飲酒噶，違規者呢，有機會被驅離或者罰款。呢項政策呢，尤其針對係萬聖節同埋跨年等人潮聚集嘅活動時段，建議想飲酒嘅朋友選擇返去餐廳或者酒吧裏邊飲啦。跟住就想講下富士山嘅登山制度，由2025年開始呢，登山人士係需要俾4000 yen 嘅通行費嘅，而每日登山人數嘅限制呢，就係4000人。吉田口登山步道嘅登山閘門呢，關閉嘅時間亦都提前至下晝嘅2點。呢啲措施主要都係為咗防止夜間嘅登山，同埋確保登山人士嘅安全。建議準備登富士山嘅朋友要提前預約，評估好自己嘅體力，千祈唔好夜爬啊！跟住呢，就係講下大阪嘅禁煙政策。由2025年1月27日起呢，大阪市已經全面禁止喺路邊或者公共區域吸煙，違規者會被罰款1000 yen 噶。呢個措施呢，就係為咗迎接2025年大阪萬博而實施嘅。
建議大家如果真係要吸煙嘅，就要去返指定嘅吸煙區域，唔好違規啊。另外，大阪市呢亦都將會有臨時嘅交通調整同埋安檢，特別係夢洲地區等萬博場館嘅周邊。建議大家喺嗰段時間提早查詢交通嘅狀況，同埋安排轉乘嘅時間啊。跟住就講下京都嘅新政策，禁止進入崎元小巷同埋公車行李嘅限制。喺2024年4月起呢，其實京都崎元嘅私人小巷已經全面禁止進入，違規者最高嘅罰款係1萬日圓㗎。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行嗰邊，最好就要行返主要嘅幹道，避免誤闖住宅區，要尊重返當地居民嘅生活啊。另外呢，京都市嘅公車亦都禁止攜帶大型行李上車，所以建議大家預先安排行李寄存，或者用行李寄送服務，亦都可以改搭的士或者地鐵。跟住就同大家講下奈良嘅新政策。如果想喺奈良餵鹿嘅話，只可以購買官方嘅鹿餅去餵佢哋㗎。呢個係為咗鹿嘅安全，亦都為咗遊客嘅安全，所以大家如果想去餵鹿嘅時候要留意返啊。最後就同大家講下熊本嘅新政策，大眾交通嘅付款方法。熊本縣裏邊呢有5個主要嘅大眾交通公司：九州產交巴士、產交巴士、熊本電氣鐵道、熊本都市巴士、熊本巴士。喺2025年2月20日起開放可以使用 Visa、Mastercard、JCB、美國運通等信用卡嘅感應支付功能嚟俾呢個交通費嘅，亦都可以繼續使用現金或者熊本專屬嘅交通卡。以上幾間公司所經營嘅電車或者巴士，其實喺以前呢係可以用日本全國通用嘅交通 IC 卡嘅，但係因為成本嘅考量，已經喺2024年11月停止使用，所以目前只有路面電鐵、熊本市營電鐵仍然可以使用全國通用嘅交通 IC 卡。希望以上嘅資料可以幫到大家準備你嘅日本旅行啦。如果你仲知道其他新嘅政策，歡迎留言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咁今次我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鍾意呢一次嘅影片就俾返個 like 我話我知啦，亦都希望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支持一下我。嚟緊我會分享更多旅遊資訊同埋我見到有趣嘅嘢俾大家睇。下條片再見，拜拜。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